今年客家共享奖文学类开出新秋奖的得主是诗人杨业琼。杨业琼以做文学创作为60年内出版的32本的新诗、散文同儿童文学。28年前开始创作客家诗，到今已经写11本的客家诗集。有几多作品也本人翻译做日文、韩文同英文，故说今年拿到文学类的客家共享奖。就算天时系冬热，不过所谓开始创作，杨业琼就会开始上到动作嘅方面，很个受访嘅笔，未见写出动优美嘅诗词。18岁世界嘅杨业琼上到动引导，和困起来动点起，已经有文学家嘅气息，很个见到文学自己也有动情嘅染分。系农家字体做过国小线上嘅技讲，平常时除了教书还有讲种之外，其他嘅事件全部都系拿来做文学创作，也得过动作嘅奖。因为佢系客家人，从18年前开始写客家诗，到了后为止已经陆陆续续出版的是日本嘅客家诗集。来创作客家文学，比较以前社会嘅些呢，很加精彩，很加有趣味，很加有。得到一种方向，产生了力量。在创作嘅路上也线上是多多困难，不过为到本自家嘅文学素养还那进步，佢仲系想办法来突破自家。我东西好差嘅时阵呢，我问人嘅态度，问人嘅相亲，种种嘅困难呢，也在我嘅写作当中呢来克服嘅。最近吉祥的老诗词、老音乐书法结合，为到本客家文学做得向下当进，能把其他希望创作出客家儿童绘本。有关人嘅言语，从言语嘅东西嘅进行，按好嘅言语来发挥一个到文学呢，四个呢来结合起来，将来写一本呢。叫做画绘本、绘本法本，希望呢，将来小朋友也可以看，家长也可以看，用文学嘅教育、诗词嘅教育来打入人心，打入小朋友嘅生活地图。安样学习真呢，可能会比较多才多姿。退休高校嘅杨业琼生发电脑合模限，除了创作未才学搞自土沙滩，甚至许多老二来搞受欢迎创作。万乃为其公认，大部分事件都系在文学创作，所以佢得到今年嘅客家贡献奖。文学可以温暖人心，文学呢可以体现人哋生活嘅内涵。得奖2奖，然后所有嘅奖项，繼續唱一種係繽紛、燦爛、雅景重要，在一夜之間呢，會消失殆盡。只有人哋嘅客家文化，只有人哋嘅客家嘅精神。永久都係光輝燦爛。國內有眾多嘅學校都係用幾個詩集來做鄉土教材，你下秋年廈門也有幾個作品。最近有一本詩歌集《老闆人》，韓本翻譯作日文，在日本推廣。寫嚟眾多本書嘅幾講，文學創作係幾貴成人嘅職業，希望做得跳過幾個筆，唔單搶發揚客家文化。同時間未做得老台灣嘅獎推廣到國際上。客家新聞中國戲花蓮報道。